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你徛起的所在遐尼互人意爱，我愿无上主的地面到尾分去。我的心神应我上帝欢喜唱歌。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咱三甲吟诗学了上帝圣诗21首，圣诗21首，主你无所不在，我主你无所不在。伫全世界无人通甲你相比，主你无所不在。圣诗21首，咱起立三甲来吟。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加一个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你要对遐过来生活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掀开圣诗后面体文。第37篇，1067页，体文37篇，就是箴言23篇。咱逐个来教读，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你的嘴若讲正直，我的心会真快乐。毋通欣赏歹人，
有其定位上数，将来一定有愿望。列望为无体，我的囝就听着有智慧，你的心侠正义的路，就听通生你的老爸。你的老爸来是盲通看天意，着买真理，毋通卖。嘛着买智慧、甲时间能力。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人生就定是的囝囝能力欢喜，着互你的父母欢喜。互生你的老母快乐。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目睭着出去看我的路。咱同心合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平安顺遂、安宁经过一礼拜，保守阮大家事事亨通，身心灵拢健康。伫圣日，阮欢喜同心进入你的圣殿敬拜你。感谢主保守阮，互阮疫情控制，持续加力，各种的疫苗陆续运到，增加人民百姓的注射力。经济出口也悠然保持增加发展。政府推动的振兴券也开始使用，促进着国内经济，各行各业的运通，互店家百姓拢有真好的感觉。国家国防的战略加强演习操练，世界各国持续加力，维护大海的和平安全。伫国庆日，阮的总统蔡英文女士更较清楚表明时代坚持不实的做法，得到全国大部分的百姓甲全世界各国的认同甲支持。这拢是主你恩典赐福，听阮迫切的祈祷，请受即个土地百姓甲人民，互全世界各国真侪人大声喝落，称呼阮的国家名叫台湾。感谢主，主啊，疫情这段期间，教会发展也受到影响，阮勇敢面对节省教会使用的空间，并且同心协力处理教会种种的事工，恳求主赐福因带带领阮头前的路。即时，阮也为着高雄城中城火灾事件造成重大的伤亡，丧失亲人的，求主你安慰着因悲伤痛苦的心；受伤治疗的，求主赐福因早日恢复。阮也为着阮所敬听歌中心牧师跋倒，互阮疗养，甲着身体欠咱软弱的兄弟，求主看顾因通过医药的治疗，早日恢复健康。感谢主，祈祷感谢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赞美，咱请圣歌队。
感谢圣乐队带咱来学乐，享受上帝话，记载伫圣经马可福音10章17节到31节。马可福音10章17节到31节。马可福音10章17节，耶稣出去伫路里，有一人走进前来对伊问讲：“好的先生，我着怎样做，才通接应我？”耶稣甲伊讲：“你啥事称呼我是好啊？无一个好，独独上帝那边。才会甲你已经知，无得害死人，无得奸淫，无得偷窃，无得滥送做奸贼，无得克亏人，着敬你的父母。”伊因讲先生，才会我对细拢收伊。耶稣看伊听伊，就甲伊讲：“你要欠一项，着去卖你凡所有的来互送奉人，就要有财宝伫天里，过来跟我。”伊听即个话，面就失色，忧闷就去，因为伊产业真多。23节，耶稣四界看，甲伊的学生讲：“富人入上帝国好啊！”学生奇怪伊的话，耶稣佫应讲：“细囝，我靠钱财的人入上帝国好啊！骆驼出乡喘着，床占天比富人入上帝国还较紧。”学生一发懵领，甲伊讲：“安尼一水会得着救？”耶稣看因讲，在人是卖话，在上帝就毋是安尼。因为伫上主万事拢话，彼得就甲伊讲：“我捌放下一切来缀你。”耶稣讲：“我实在甲你讲，无有人为着我甲福音的缘故，放下厝摕、兄弟姊妹、老母、老爸、囝儿、田园，一伫现时无得着百倍，就是厝摕、兄弟姊妹、母亲、囝儿、田园，也有肯着，搁伫来世要得着永活。总是大声的做，要做落尾的也要做大声。”以上愿做伙诚侪咱的帮赞。讲道今早起，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当选择来的时，咱中修来听。咱同齐额头来祈祷。阮的上帝，阮的主，阮伫你的面头前，要敲找你的旨意，要听你的话，恳求圣神帮助，互阮听了明白，互阮的心定着，互阮知影要安怎去行，嘛愿意安尼去行。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兄弟姊妹平安。平安。顶礼拜咱讲到约伯，礼拜煞到今仔日，你的心有重担的，请举手。有人惊爱家己亲像约伯共款安尼，互上帝懊恼，抑阁受着魔鬼的刺吗？看起来敢若无人惊哦，拢无重担。好，今仔日咱所看的是选择，当选择来的时，咱伫咱的人生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阶段，拢会拄着选择。你用啥物款的心来面对你的选择？
当咱拄着选择的时，咱用啥物态度，用啥物款的心情来决定咱的选择。当咱的囡仔，当咱的朋友，因拄着选择的时，咱搁用啥物身份来甲因同齐面对这个选择？咱敢有想过遮个？敢若无想过？也毋过定定，若是有人拄着选择的时，咱就会甲伊好心去甲讲，你着爱安那，你着爱安那。无想过这个问题，总是拄着这个情形的时阵，咱阁会安尼做。既然无想过，拄着问题的时阵，阁甲伊好胆去甲建议，去甲讲，你着爱安尼。想起来嘛是介好胆，想起来嘛是介无应该。诚做一个上帝的囝儿，一个基督徒，面对着甲普通人共款，拄着选择的时，咱所选择的态度、原则共款吗？若是爱无共，是爱安那无共？圣经咱拢讲咱有伫读，今日这个圣经节，这个记载，会当诚做一个故事，嘛诚做一个活生生生活上的例子。咱看见有一个有钱的人，走过来耶稣的面头前，甲问伊讲：我安怎才会当得到永远活？有钱的人走过来，亲爱兄弟姊妹，你敢有走去上帝面头前问讲：我安怎才会当得到永远活？圣经伫咱的手头的时，咱毋免走去对，毋免走去问，咱就已经介少要伫圣经内面去敲找上帝的心意。迄时，迄个好业的人、有钱的人，走去耶稣的面头前问的时，伊的心情是安那咧？对今日所读的圣经，咱看见，伊拢有照上帝甲伊命来行。摩西所互以色列人，上帝甲伊命，伊拢有照咧做。所以咱对遮会当看见，知影伊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伊的确嘛有去圣殿献祭，嘛有去圣殿听上帝的话，应当做伊拢有做着。所以当伊拢做着的时阵，佫走来耶稣的面头前问伊讲：我安怎才会当承受永远活？是安怎会安尼问咧？当伊伫问的时阵，伊佫甲耶稣讲：好的先生啊！对遮耶稣毋是直接甲伊讲要安怎才会当得到。耶稣先甲问讲：你是安怎讲我是好的咧？耶稣所要讲的是：当你来问我的时阵，你甲我当做甚物人？你敢知影你所问的对象是甚物人？是甚物身份？好的，耶稣甲教，耶稣甲讲，嘛是甲咱讲，迄个好的只有一个，就是上帝。只有上帝是好的。当你来问我，要安怎才会当得到永远活？你佫讲我是好的，这个问题，永远活应该是爱问上帝，上帝遐才有永远活。好的只有上帝，所以你爱问的对象应该是上帝。你来问我咧？你来问我，是因为你知影我所讲的，的确是标准答案，也是只是要伫众人的面头前
得到我诚做一个老师、立比、先生来甲你讲一个保罗的话。若是知影咱所问的对象是主，伊所教的，咱应当无怀疑，直接接受，就会去做，因为知影是主。总是若是人来甲你回答的时，你就会想，无一定是安尼吧？你讲的敢是真的？我着爱想看觅要听你的，还是无爱听你的？对遮，即个人伊主动走来耶稣的面头前，要问即个问题的时阵，伊所要爱的，主耶稣直接甲点出来。你所爱要爱的，你爱问的对象，你爱知影。进前咱一直伫讲，跟地主耶稣的时阵要安怎来地？要安怎来地主？爱知影身份啊，知影咱所地的是啥物人。知影咱用啥物身份来地，清清楚楚，才有法度对了明明白白。对遮嘛是共款，耶稣爱即个人去想，你爱我，你爱的迄个永远我是爱对叨位来？是对我即个好的先生，还是要对上帝遐？先厘清身份。刷落来，耶稣的角度，耶稣的身份，对回应伊，被动的回应，到诚侪主动的欢呼。看起来敢若是耶稣伫回答伊问题，总是毋那是回答尔。耶稣甲讲：“你爱安怎做才是对的。”好，伫遮看见。即个人甲耶稣的关系啊，伊是甲耶稣当做老师吗？若是当做老师，伊跪落来，看起来是谦卑的。总是当即个老师甲教讲你爱安怎做的时阵，咱看见安那？咱看见伊的面变了色。咱讲变面啊，翻脸吗？对，伊的面。伊的面色、伊的心肝，甲阿带伫问的时阵，迄个心情是无共款，完全不一样。耶稣要甲教进前，要甲欢呼进前，耶稣问伊讲：“遮个诫命你敢拢有守啊？”即个人讲有，我拢有守啊。圣经甲咱讲，耶稣看伊就疼伊。迄个是对心肝头疼出来，嘛是诚做一个上帝疼即个人的一个表现。互即个人对目神来看，对耶稣看伊的迄个眼神、迄个面貌，来感受到上帝疼伊。耶稣用主的身份看即个人，看伊的囝。嘛，安尼来疼伊。总是咱知，耶稣互伊一个搁较悬的标准，咱讲是搁较悬的标准，你着去卖啥物？卖你所有的财产啊！分互送向人、散车人，抑搁爱来跟缀我。遮个看起来是分阶段，总是当耶稣伫回答的时阵，伫欢呼的时阵是一件代志。去卖你所有的，分互有需要的人，搁来缀我。亲爱兄弟，今日咱面对着选择的时，敢有法度先放下我想要爱的，才去选迄个另外一个我爱的？咱定定伫选择的时阵，其实想的毋是用这个换迄个，是想讲我若会当有这个，阁有迄个，
总是永远活。要选择永远活时，耶稣所讲的、所吩咐的是啥物？你就要放落你手头认为好的，你才会当专心去敲找、去得到迄个真正好的。这个你爱放落来，你认为好的，的确会阻挡着你会得到迄个真正好的。安怎讲？当咱的手若已经摕满物件的时阵，要互你另外一项物件，你要安怎？你一定爱甲你手头的物件放落来，你才会当去摕迄另外一项啊。你着爱诚做一个选择啊。较巧的讲安怎？我两支手，一支搁掠这个，一支会当换掠另外一个。就是安尼，你本来两支手拢掠的物件，嘛是爱先放落来一支。当你爱选择着你迄个认为好的、你爱的、对上帝遐来福分的时，上帝甲你讲，你先甲你手头所爱的迄个放落来，才有法度去摕到迄个我要互你的。安尼时，咱的心敢有法度照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所吩咐的来做？即时咱所要选择的，就是对一项对我来讲才是好，对一项对我来讲才是我所要爱的，才是我所要爱的。这个有钱的人，当伊听见这个话、这个要求、这个吩咐，这条会当得到永远活的路的方式的时，伊毋是讲好，我就来去做啊。无，咱看见圣经甲咱讲，这个人安怎忧愁离开。忧愁离开，伊的心安那卡掉咧啊！圣经甲咱讲，因为伊的钱足多，伊的产业真多。对遮咱会当看见，这个人其实伊认为伊已经做了有够啊，伊已经会当得到永远活，所以伊要来问的时，伊无想到原来伊还未做到，伊无想到原来爱得到永远活，爱失去遐尼济。伊毋知影原来要得到永远活，爱摕遐尼济来交换。伊无想到，你就是要买物件，你嘛爱照迄个物件的价去买。去换，永远活的价值你所有的钱财。伊无想到，原来永远活需要用遐尼济的代价。对遮咱来看，当耶稣甲伊讲你去卖你的财产，分予送向人，你阁爱来跟缀我的时阵。是安那咧？当伊的手头拢总的物件拢有啊，遮个钱拢总分出去了后，伊就啥物拢无啊，啥物拢无的情形，耶稣讲你爱来缀我，因为我遮有，我遮有。所以耶稣毋是甲讲你去卖你所有的一切，分予送向人，你就会当得到的。无，耶稣甲讲，你过来跟缀我，因为安那？互你遮的是上帝啊！互你遮的是上帝，上帝，你照上帝的吩咐失去的，转来到上帝的面头前，上帝有缘，阁会赏赐互你。总是你若出去做一半，无阁转来上帝遮，你就摕袂着啊。所以这个你去阁转来，真做是一条正确的路，互伊。总是咱定定看到这个故事的时阵，想到的就是头前都无啊，我阁要空空来跟地，
安尼后世人毋都啥物拢无。若是安尼想，就诚侪毋知影伊问的是啥物对象，伊所问的即个好的先师是啥物身份？咱讲，即个有钱的好野人，伊毋捌耶稣，伊会当安尼做，因为伊所看见的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一个人，一个老师。总是，亲爱兄弟，当咱已经诚侪一个基督徒，当咱讲咱知影是上帝的囝儿的时，咱敢有法度看见即个圣经节耶稣的吩咐的时阵，咱的心安怎想？咱安怎做选择？咱安怎来分地？咱安怎来照咧做？咱甲伊无共款的是，咱已经知影上帝，咱嘛承认嘛接受上帝是咱的上帝，咱嘛相信对耶稣基督遐，咱已经会当得到永远活的救赎。总是伫即条路顶面，照上帝的吩咐爱做，咱敢拢有去做？咱敢有照步来照咧做？也是讲咱已经掠条咧？有啊，我已经得到救赎啊，其他遮的拢毋免做啊吗？有人讲，受洗就是一张上天堂的门票，门票已经拿到了，就有我的位置了，都不用担心。你就是去听音乐会，嘛有迄个无有的票，有无？你若想办去，有可能位无够，你就无通入去坐。若是音乐会，拢会当安尼。伫上帝国，上帝予咱的位，敢会当照咱的选择，照咱的行为来决定。圣经内面讲了拢足清楚的，咱毋若是伫礼拜日的时阵做礼拜听讲道，当咱每一个人的手头拢有一本圣经。你知影你爱读圣经的时，你拢会当伫圣经内面超找着，看见上帝爱你去行的路。总是你敢有愿意安尼去做，迄是你的选择，迄是你的选择。所以当耶稣入去厝内面的时阵，伊的学生就甲问啊：安尼哪会做会到啊？做袂到啊？总是佫有一个，咱讲天兵的学生，伊甲耶稣讲：有啊，阮拢已经所有的物件拢无啊，放杀啦，来军队里啊。这个人是啥物人？彼得啊。犹原共款，就是咱熟悉的迄个彼得，常常要伫耶稣的面头前表现，来得到学老的迄个彼得。伊讲：阮拢已经放下一切来军队里啊！伊嘛是想要得到耶稣的学老，耶稣嘛无甲学老啊。耶稣甲伊讲一句：全世界要军队主的人，认捌主耶稣基督，称呼上帝诚做爸，每一个伊的囝儿，讲安那？你伫这个世间，你若会当为着上帝来放杀，你袂无伫这个世间得到百倍啊！这个拢是咱所爱的，厝体、兄弟、姊妹、老母、囝儿、田园。耶稣并毋是讲遮的你拢会当安那，莫甲管，毋是，是讲你伫选择的时，你伫看的时阵，你看重的是啥物？你所看重的，你敢知影？你所伫意的，你所爱的，你放袂落来的迄个，是遐尼爱迄个物件，遐尼爱迄个关系，
反倒转来，你爱上帝，你爱比遐个搁较侪啊！耶稣基督所讲的是安尼，你着定义着你所爱的，已经用安尼专心去爱啊，安尼用专心去对待，专心去珍惜，专心去把握。迄个永远话，值得你用遮个态度、遮个心情、遮个时间，甲你的性命，搁较侪倍去追求。耶稣所讲的是安尼，总是咱的脚步定定拢行一半尔，满足伫手头已经摕有诶，无法度去选择摕上帝要互咱搁较好诶，无法度选择，因为咱认为咱所选诶、咱所知影诶、咱所爱诶，已经是上好啊。总是咱搁定定伫上帝面头前，也是伫别人的面头前，也伫讲，我要超找上帝，我要跟底耶稣，我要进入上帝国，要得到永远的救恩。则搁看见一件代志，耶稣搁讲一句：伫头前的要伫落尾，伫落尾的要伫台先。已经知影即个道理的，嘛已经行伫头前的，行咧安那顺利啊，平稳啊，慢慢啊，你就袂记你即件代志，爱一直保持，你的脚步慢慢啊，就慢落来。你着互后壁才知影即件代志的人安那超越，因为伊比你搁较晚知影，总是伊知影的时阵，迄个心是安那是烧的啊。伊会走去，走大先去，走去头前，走去主的面头前，问讲我会当做啥物？也毋过因为咱已经拢知影，咱只有选择定时要去做尔。所以咱就想讲，照我的脚步，照我的时间，照我所会当定着的，照我，即是毋是照上帝，是照我。看我定时会当做到，就做到。这是一个提醒。亲兄弟。即个故事放来到咱的身躯边，放来到咱的面头前的时阵，你敢有想过，你为着你的主，为着你的上帝，付出过啥物？是亲像即个少年的有钱人共款，心会卡条咧，面会忧愁的。你敢有真正拄着迄个选择？你即摆是卡条咧，也是亲像彼得安尼讲，我有来跟缀你。你是伫行到伫后壁去啊，也是你搁伫头前？当咱今仔日讲，咱知影，咱对上帝遐所要超找的、所求的，是上帝遐所赐的福气。毋若是永远话，咱搁要爱上帝赏赐咱福气，赏赐咱伫世间咱所需要一切。顶礼拜伫讲，当魔鬼的刺来的时，上帝允准魔鬼的刺来的时，当啊开始刺的是你的腹肚啊。你会想讲腹肚枵食饱就好啊，我都啷个袂食饱，我是要安怎跟缀主？耶稣嘛共款拄着安尼的刺。耶稣的回答是啥物？人活咧，毋若是靠食物。刷落来咧，第二个刺是啥物？你既然是上帝的囝，身份啊，
你是上帝的囝儿，你就会当安怎做来试你的上帝。耶稣甲伊讲啥物？袂当试上帝啊！上帝是应当爱用敬畏的心，毋是来试的。咱伫圣经内面有看见试上帝，马拉基书讲，你用你的钱献互主，试看觅上帝会对天顶赏赐你侪超过你所爱的。咱常常用迄个来试上帝，毋是试奉献，毋是试应该爱做的代志，咱摕来试上帝其他的代志。这你真正爱试的100%爱试的奉献，咱煞甲刷在边仔，用其他的物件来试上帝。咱常常看圣经，拢毋是直直的。圣经安怎吩咐，咱就安怎做。咱常常去抄找迄个边仔的路，行出去。咱要对上帝遐来得到福气，咱嘛讲，我要互我的囝儿来得到上帝的福气，亲像亚伯拉罕共款。上帝的祝福是伫亚伯拉罕的互的。咱嘛爱咱的囝儿来得到上帝遐的福气，嘛要来得到永远活。总是圣经甲咱讲，你爱用上帝真理来甲教示，来甲引带，伊到老都袂离开。咱敢有做到即条？咱敢有做到即个程度？咱敢有照安尼来做？也是讲我无法度咧。当咱的细囝出生的时，咱敢有照咱所甲上帝的约定，甲伊求讨的，带伊来成做小儿的洗礼。咱拢讲，等伊大汉的时阵，伊知影代志的时阵，才互伊家己选择。你饲伊食饭的时阵，你会讲等伊大汉的时阵，再来看觅要食啥无？咱伫疼咱的囝儿的时阵，知影伊无法度的时，知影伊细汉的时，就会用咱认为好的来甲饲，来甲养。是安怎拄着信仰的时，迄个永远活的性命的时阵，你要甲即个责任等互伊家己去决定咧。就是要互伊决定，你无先甲讲有上帝，你无先带伊去甲上帝面头前，你无用上帝的真理来甲教示、甲引带，无互伊伫教会内面有教会生活的时，你要叫伊选择的是选上帝吗？伊都毋知影上帝是啥物咧。你着带伊食着主的恩典、好的滋味，伊才有法度去选择伊要偌尔亲近伊的主，伊的父母的主。小儿洗礼使用，你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你的细囝，着用基督甲好的行为来培养伊，互伊所行的合伫上帝教会的法度。亲爱兄弟，你敢有甲你的囡仔献互上帝？当小儿洗礼了后，牧师的宣告是啥物？这个细囝受到接纳入上帝教会，做袂悲惨的会员，有份伫生育的恩典。囡仔的父母甲会众亲自来做见证，也着三甲分担
责任来培养伊的信用，一直到伊领受坚信礼。亲爱兄弟，你敢有安尼来伫你的囝儿的身躯来培养？当咱你讲一间教会无少年人、无囡仔的时，咱爱先看的是，当上帝安尼甲咱教，当耶稣安尼甲咱吩咐，当圣经安尼甲咱讲，就用上帝的真理来引带伊行伫上帝的路的时，咱爱先看咱有做着这条无。刷落来爱看到的是，若是咱拢做着啊，伊大汉啊，伊无爱入来教会啊。的确，咱才拍拼来祈祷，恳求上帝引带伊转来。就是伫咱的教会，伊无伫遮，伊出去外口学习啊，伊嘛会去上帝教会，上帝有愿引带伊伫迄个教会来得到培养。伫咱遮，当咱有照安尼做时阵，上帝嘛甲其他人的囡仔带来，互咱同齐培养。因为是一个大的家庭啊，毋是一个教会，一个安尼尔，毋是安尼分开，是一个大的家庭，大家的细囝，大家斗阵分担责任来培养。当咱伫做遮的时，对家庭的信用，是对父母的行为，甲你对信用的态度。钱财是上会当试咱，选择的是会放，也是袂放。选择的是，伫奉献的过程，伫甲教会、甲上帝中间。这个生活，咱安怎做，咱的细囝就安怎看；咱安怎表现，咱的囡仔伊就会安怎选择。当咱甲教讲，当选择的是你要读册的时，你用着礼拜无要紧；你要做工作的时阵，你用着礼拜无要紧。你拢无去聚会，拢无要紧，反正上帝就是一定会照顾你、保守你。咱若是头前就安尼甲教，后壁咱就袂当问上帝讲是安怎伊拢袂来教会。你已经甲教，就爱安尼行。伊已经对你遮，对上帝互你管理你的产业的权柄，知影路会当安尼选啊，知影路会当安尼选。你才阁有法度转来问伊讲你是安怎无爱选择迄个记号的？你就已经教伊会当安尼来放弃，因为上帝遐毋是记号的。你去保是上好啊，你去这个工作甲掠条咧，有钱趁是上好啊。这个拢是好过上帝所想事的啊。咱若安尼甲教，咱就无法度亲像这个少年人。这个好业的人伫主遐得到的迄个吩咐，来得到真正永远活。其实毋是交换啦。耶稣要甲这个人讲的，只是你讲，你敢真正知影你爱的是啥物？咱敢知影咱伫上帝面头前所求讨的是啥物？咱若知影的时阵，咱的选择的确是选择正确的。总是咱若无明的时，咱的行为无法度定着的时，咱就无法度真正用正确的态度、正确的行动去看见上帝的路伫倒路。咱就无法度真正去感受到上帝甲我伫地，无法度去感受到我的生活、我的人生，上帝伫掌管。咱就无法度安尼做。当上帝无甲细囝交代互咱的时，咱所看的有的教会是安尼伫做，咱要安怎同齐甲因安尼做咧？
10月第3礼拜是教育主日。正做主日学，老师的培养、奉献对遐去。咱家己的教会无法度做安尼事工的时阵，咱敢会当同齐嘛参与安尼其他教会伫做事工。这个是钱财，这个是事工，这个是态度，咱会当安怎做咧？当咱的手头掠着咧咱的钱，无法度照上帝、照耶稣基督的吩咐，你去分互善车的人，分互有需要的人的时，咱无法度真正伫上帝国内面去感受到上帝的恩典满满，无法度去感受到迄个百倍的赏赐。每一个事工，每一个过程，只要磕着钱，咱的心是安怎决定，是安怎选择的？咱所要选的是对上帝遐来的吩咐来照咧做，也是大概都想着，我即马袂掉啊，拢总无啊，我着拢总无啊。主耶稣毋是安尼交代吗？你着搁来跟缀我，因为我才有啊。当你照咧安尼做，你拢放落来的时，我才有，我会搁互你，我会互你有够额，超过100倍啊，超过你所知的。这是应允，这是耶稣的教训，这是真正发生的代志。当咱伫看圣经的时阵，当咱伫读这个圣经、看这个故事的时阵，咱是想讲好佳在我无甲伊好野。好佳在，上帝无安尼甲我吩咐。好佳在，我毋是生伫耶稣迄个时代。好佳在，我无走去甲问。啊，足侪好佳在的。安尼，咱敢真正有想要进入至好的福分？咱的学老，足侪人。亲像马街、马国、甘威林，遮的宣教师来到偏僻的台湾，因的付出，咱甲学老总是袂记哩，因做遮的是为着主。咱学老因超过主，咱想要学习伊，搁讲啊，伊就是受着上帝特别好调，所以伊安尼做，啊，著好调迄个尔。好佳在上帝无好调我去非洲。当宣教师来到台湾，也是咱的宣教师去到非洲，去到远远的南树，去到一个语言无通的所在，要去传达上帝要传达耶稣的救恩的时，迄个放落来的是啥物？是伊的父母，放落来是伊会当带了舒适的厝。放落来是伊有可能会当伫遮过家庭生活。因所放落来是为着要互其他的人来得到永远活，毋是为着伊家己会当得到永远活。咱敢有法度做到安尼？无法度。所以当耶稣的学生甲耶稣讲，安尼啥物人做会到咧？无人做会到啦，要求伤悬啊，标准伤悬啊。所以耶稣安怎回答？伫人无法度啊，伫上帝拢做会到。犹原共款咧倒转来上帝面头前憔悴，伫上帝面头前承认我做袂到，总是我想要爱。求你帮助我，赏赐我气力，会当去完成，会当行到落尾。啊，毋过我无爱行喺后壁，我要行喺头前。我要行喺头前。亲爱兄弟姊妹，你敢知影有个人去教会做礼拜的时阵，一定要坐第一排，因为伊讲我行，我坐伫后壁，上帝看袂到我。
迄是囡仔。总是咱听到这个时阵，咱感觉伊介好笑。上帝咱看袂着，总是咱敢有亲像安尼囡仔的心，我要互上帝看见我伫遮，我要上帝看见我伫遮。咱定定啊，无我来去坐后壁头前，互其他的人坐，互迟到的人坐。结果迟到的人安那？若上帝真正对第一排安尼看过去，对第一排开始分糖啊，伊就先分着。只是咱搁讲好佳在，上帝毋是安尼分，咱敢知影上帝是安怎分？今仔圣经在要甲咱提醒的是啥物？当选择来的时，咱敢知影咱所要选的是啥物？当咱伫选的是咱的态度，会影响着咱身躯边的人，会影响着咱的囡仔。咱若要选迄个记好的，结果要咱的囡仔靠因家己无去选迄个记好的，咱敢讲会过？当咱拢总做到的时阵，咱会当伫上帝面头前安怎讲？我尽力啊，总是敢若毋是我亲像爱的迄个结果，所以我做袂到啊，我做袂到。亲像甲迄个囡仔犯着鬼的囡仔带来耶稣基督面头前讲。求你甲救，主耶稣甲讲，你着信。伊讲我信，总是我的信无够啊，求你来帮衬，求你来帮衬。这个故事，这个生活，毋若是伫圣经内面写伫遐尔，咱咧读的时阵，爱读伫心肝头。读伫咱的头壳内面，咱伫行路的时阵，就爱照安尼来想。咱伫教咱的囡仔的时阵，咱伫教咱的囡仔伫讲话、食饭的时，咱着爱想，我敢有安尼做？若是拢有，咱会当亲像彼得，嘛亲像即个有钱的好野人讲，我会当安那来做？我有做着。圣经学家做一个结论，伊讲，你就是遐有钱的人入上帝国，比骆驼穿过真偏较困难。你着欢喜，你无遐尼有钱，总是你爱提醒你家己，若是拄着一个谦卑的有钱人，你就啥物拢无了。你若拄着谦卑的有钱人，你就啥物拢无了。咱同齐额头来祈祷。听阮的宝贝上帝。阮伫你的面头前承认，阮信总是信无够，阮尽力总是定定嘛无完全。感谢耶稣，有互阮知影，伫人袂用的时，无法度的时，伫主遐，伫耶稣遐，已经得到完全。阮只有承认，阮无法度，主的亲身来完全，来成全。感谢你，互阮的细囝，伫每一个所在，拢会当得到你的引带甲培养。也感谢你，互阮伫你的面头前，无互你气煞。嘛教示阮会当安那行了骹步搁较稳，
搁较定着，互阮的心伫捐地的时，伫面对的时，阮知影，伫你的面头前，阮的确得到你的欢喜，你的呵乐。就是安尼，阮嘛爱提醒阮家己，当你的呵乐来的时，迄个看袂过去的魔鬼，的确会来扰乱阮甲你的关系。恳求阿爸，阮的上帝，掠着阮，互阮随时谦卑伫你的面头前，无失去，无失去家己，无失去这个信心。嘛，亲像耶稣共款会讲，当看见遐荣华富贵的时阵，对魔鬼讲：离开吧。圣经讲，独独敬拜主上帝，来服侍伊，互阮会当成做一个正确选择的，互你欢喜的，活了嘛欢喜满足的你的囝儿。阮衷心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通过牧师，互咱真好的勉励，咱即时要来回应。咱三个来吟圣诗521首，圣诗521首。你若欠缺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衬。求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趁着你。咱过去三听，咱过去三听，咱过去三听，由圣神来帮衬。圣诗521首，咱起立三个来吟。
咱要来奉献，咱请秋妹执事甲明明执事。请坐。即大家平安。平安。咱来先开周报，咱来看报告的事项。第一，今仔日咱礼拜后要调开中执会，请中执同工李凡新来参加，来应用疫情期间正式的调整，甲着本队的事工。第二，全国疫情对10月初4到10月10月维持2级的警戒，扩大的解封的范围，室内当无限人数，甲未发作的聚会。请即咱游员共同来遵守防疫的安全相关的规则，彼此来守护。进入咱礼拜堂，咱来实名制的登录，咱会用体温甲喷酒精消毒，甲着戴口罩。第三，拜五的查经基督会进度是教太师。即摆的方式是用经文的内容来回答主题，来查考讨论，邀请咱兄弟斗阵来读经，甲祈祷，来建造性命。到解社时，咱家己来看。咱聚会活动，主日礼拜圣歌队练习是早起8点45分，咱每礼拜四早起10点有姊妹的查经分享。拜五的下晡暗时7点半，咱有查经的祈祷会。即礼拜的读经的经节，甲着顶礼拜的奉献，甲出席的人数，咱一起来看，有着咱会家来订正。先讲的事项，咱即礼拜交代是素金节甲槟榔商，清扫是秋妹执事。咱后礼拜讲道是李牧师。书会是名义长老，书评是宪文老师，领就是御用执事，书现是御节执事、济南执事，交代是社保节甲所长老，插会是秋妹执事，清扫是游览节。咱来看咱即礼拜的进度，所以咱已经有大个祭司头上帝囝耶稣，经过遐个天就着接手所承认的。因为咱所有的祭司头，毋是微微体贴咱拢总的软弱，就是凡事平平有受气，若是无罪，所以咱着好打一份稳定的好座位，通受人民也得到稳定，最及时的帮助。伊要来数4章14到17节，咱三个来读。所以咱一定有大个祭司头，上帝囝耶稣，经过咱天就接受所承认的，因为咱所有的祭司头，是为体贴咱拢总的软弱，就是凡事平平有受气，若是无罪，所以咱着好打一份。
日，大家永远拱手来，互相请安，平安，平安。有够气，无超过5秒。即摆疫情吼已经都已经解了吼。阮伫顶咧9月28，阮昨暝去花莲安尼，已经安尼啉足久就对啊，去行行咧吼，花莲是真的是很漂亮哦，百去不厌啦吼。阮即摆去就是去迄个理想大地，理想大地是真诶真水。为啥物咧去？阮为着要补拍上一次去，因为相机坏掉了，剩下1张，哇！阮就专程去，哇！几年前？结果一个看出来，把那个最后就唯一的1张美艳的照，看到那个右下角，结果是9月28号，15年前。15年。整整15年前刚好就是就今年的事。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因为这个因为有疫情有延期啊，延起来。我要讲的是讲虽然经过，它已经离了好像已经20年了虽然20年，伊游园还阁保持足水那个比起第一年刚开始的时候，迄阵树啊无大丛，还阁小丛真已经哇，都安尼棕榈树啊什么都很漂亮，真的是很漂亮。我这要讲是讲，拄仔咱讲海鲜咧变肉尾，落尾变海鲜。阮伫第2暗时阵，阮住伫七星潭，因为七星潭是我若去花莲转来绝对去。我们住在海岸第一排，有一间叫做迎新会馆，这间进前是日升饭店。当初这间日升饭店是，哇，迄真的是有华丽的大厅，有接待人员什么都很漂亮。结果即摆去，变做讲，剩2个查甫。坐伫柜台，我当作是人，结果伊讲欢迎，这个是我们的黄卡，我们6点以后这边就没有人用黄卡自动感应，然后每一楼拢是用感应的，人行到所在电话带走，然后饮水机是变成那个水桶的那种我感觉呢，我意思就是讲，你如果好好的经营真的是不会变成这样子。变做安尼，现在变成自助餐都没有了，整个以前都自助餐都很漂亮吃得很好，然后现在变成1人1份小小1份，真的是就像理想大地一样，你如果继续经营整理，一样会保持更漂亮更美。伫遮就是要讲大家已经好像都已经解封了，弄出来我们等来时，准备就是出门就是最担心的是上洗手间的问题，然后就安尼沿路看，然后 7 然后进去没进去，等好久，不好意思没开，进来，然后再换一间，换全家的，也是没有开，然后到最后那时候已经要上高速，然后看到一个加油站，我就伫遐考虑要去冇去，嘛是都爱去，结果咱是讲歹势无人加油，歹势安尼，叫人加油，来，欢迎光临，9592，好，92，好，加满，好，加满，那个服务生就加满，好，结果开始要处理第2台都要我给人家啪，已经加，就跟本来加满差不多1000多块都要我给人家啪129，我也是讲，都歹势我拄到头前加2，意思是安尼好咱遮要讲的就是讲，咱即摆已经搬落来2楼3楼已经咱已经退租咱真感这段时间咱真感谢咱同工大家用尽安尼脑力安尼激工安尼，你看看我们现在能够把3楼的物件所有拢搬落来，真的是很不简单我当初是讲迄物件是要安怎去？你看我们现在大概跟各位介绍简单介绍，咱现在有做的图画图，会当放咱的物件，咱的生活队的迄个制服拢变遮
所以阮咧隐藏的吼，人也袂帮咱摕遮会当做一下吼暗时，早间祈祷会是啥物会上开会的所在。上重要是后壁吼，咱利用后壁迄个柜台，咱个阳台，所丢落来是后面是安尼，明年丢落。他等一下如果有空可以去看看安尼，哇，真的是极尽所能的空间利用了吼。啊，我咱后壁桌啊，后摆吼咱放物件吼，来当坐遐，真的是很好。重点要讲的一点是，即台电视，足大台的电视，你若行过水，都要注意头壳，吼，注意头壳，会去触到迄种皮夹。我们这个是比较注意一点的，其他都是很完整的。我们会做那个防护措施，我们会做那个防撞措施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撞看看。好，讲就是咱真感谢主，互咱兄弟咱会通有同心，伫咱教会安尼大家互相，叫伊就是钱来利用这一套的，我们的现在影音设备做得很完整的真的是帮我们信教会导入了更好的一个状态。这是咱请牧师来互相带动。咱知影这两天高雄发生的代志，咱的心共好，因的家属嘛是共款，做共好。咱今日来到事项，特别为着受到灾害的人甲因的家庭来祈祷。咱直接进入讲道的时间。
阮的主，阮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头前，阮要感谢你，互阮平平安安，会当成做一个祈祷的人。为着这个世界拄着灾害，无法度亲像阮安尼平平安安的人，因的家庭、因的亲人，阮要为着因来祈祷，求你的怜悯、临到，求你的恩典临到。阮知影，阮所求的，无法度超过你所看的，无法度超过耶稣所感受着。阮就是安尼毋甘，嘛比袂得你的疼。阮知，就是阮无安尼祈祷，你犹原会怜悯因，会赐恩典予因。总是当阮伫你的面头前，安尼来祈祷，安尼来求讨的时，是因为阮完全的学习，因甲阮是兄弟姊妹，因甲阮共款，拢伫这个世界，总是因的环境，因拄着无做正确代志的人，直到因受着灾害。求主帮助阮，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真正照你的旨意做正确的选择，做正确的代志，互人无因为阮的自私、无小心来失去因本来所有的平安，以及因的性命。主帮助阮，互阮每一个骹步拢总伫你的旨意内面，互阮谦卑，知影家己所做真正是无够额。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愿全能的上帝用伊的权能改变恁，互恁有温柔、有稳定、有气力，会当互相服侍，对即时到主国来。阿门。